大家好，歡迎咧再次參與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我揀選咗我哋喺神州裏邊良友電台嘅一位聽眾，佢嘅需要咧，我哋為佢守望。呢位嘅聽眾咧，佢係一位弟兄叫顧弟兄。顧弟兄咁樣講，佢話初中嘅時候咧，班裏邊有一位殘疾嘅同學，當時咧我覺得佢人生好慘啊。畢業之後亦都經常有聯繫啦。喺接觸嘅過程裏面，我明顯感受到佢嘅生命同以前完全不一樣。原來呢，佢相信咗主耶穌。咁呢個都影響咗我。10幾年以嚟，有任何嘅信仰上唔明白嘅地方呢，我就問呢位弟兄。佢將呢你哋良友電台推薦俾我，每日聽電台學習真理已經係我生活嘅一部分。我有正常嘅教會生活，虧欠神嘅地方就係我到而家仲未受洗，亦都冇將我妻子同埋2個孩子帶到基督嘅裏邊。求神幫助我嘅生命繼續改變，有主耶穌嘅樣式影響身邊嘅人。我哋一齊低頭為顧弟兄嚟到去禱告啊！主啊，我哋好感恩你讓顧弟兄透過喺殘疾嘅人嘅生命嘅當中，能夠睇到你自己嘅完全。我哋懇求你都加力量俾顧弟兄，讓佢盡快嘅能夠受洗歸於你嘅名下，而且亦都積極嘅帶領佢嘅妻子同埋孩子們嚟到基督嘅面前。我更加求你繼續使用弟兄嘅生命，能夠吸引別人嚟到基督嘅跟前，讓佢嘅生命成為更多人嘅祝福。我哋同心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下個禮拜約定你哋一齊參與守望神州。拜拜。